今次做嘅咖啡涼粉凍，唔使開火，都係撈一撈就搞掂。雪凍之後冰冰涼涼，加埋煉奶，真係非常好食。以上嘅材料呢係一次過做2杯嘅份量，如果想整1杯，將份量除半就得。咁我哋就開始整。準備一個耐熱嘅容器，加入12g 嘅白涼粉，鍾意硬啲嘅口感可以加多啲。再加大約4g 嘅無糖即溶咖啡粉，同倒入300ml 嘅滾水撈勻。唔好忘記啲邊邊位都要撈勻嘅，可以剝走表面嘅泡沫。如果自己食唔介意嘅話，唔理都 OK。然後室溫放30分鐘。30分鐘之後，已經開始有啲凝固，亦都冇咁熱。呢個時候放入雪櫃雪3個鐘或以上。拎出嚟之後切成粒。得入碗裏面。最後各加1湯匙嘅煉奶，就完成啦。雖然賣相普普通通，但係口感同味道都好正，而且自己整超簡單，提神又冰涼，係好啱夏天嘅一款甜品。重點係成本都好低，大家不妨都可以試下整。